一個壓縮器我哋會見到 threshold。放心，我而家就教你點樣用 UAD 嘅 Fairchild 670。左邊開始 metering 可以調校 input gain reduction 同埋 output， 隔籬就係 input gain。 UAD menu 話如果你想音色多啲嘅話，就 input gain 較大啲。相反，如果你想少啲音色，你就可以較細個 input gain， 再調整個 threshold， 導致有相同嘅壓縮效果。最右係 time constant， 有6組嘅固定 attack release， 詳情擺喺留言區。值得一提嘅係佢有適合做 mastering 嘅 mid-side compression，lateral 係 mid，vertical 係 side。如果想做 mid-side compression， 先將 AGC 掣扭去 left-third， 再 unlink 翻下面嘅 sidechain 同 control， 咁你就可以分別獨立控制 mid 同埋 side 嘅 signal 啦。Ratio 同 knee 方面，你係見唔到有掣可以調校噶。不過右下角有個掣叫做 DC threshold， 係調校 knee 嘅，可以跟住個圖案理解。最左係起角嘅 hard knee， 當聲音過咗 threshold 就會即刻被壓低，會有較明顯嘅壓縮效果。而右邊係彎嘅 soft knee， 壓縮嘅範圍會多咗，但係壓縮係循序漸進嘅，所以聽出嚟嘅聲音都會平滑啲。如果你校到最右，同時你會有個錯覺，覺得 ratio 都好似低咗咁。Headroom 就好似之前咁講，係 UAD plug-in 專屬嘅掣，向右就會有多啲音色，左邊就會少啲音色。不過記住 Legacy version 係冇噶。Balance 呢個掣係控制真空管電流嘅平衡，係模仿舊機真空管嘅特性而存在嘅。但如果唔熟悉呢樣嘢嘅話，我就唔建議大家去調校呢個掣啦，留翻喺 default setting 就 OK 啦。了解完 Fairchild 就快啲去你嘅 project 試下啦。如果你係 mixing 新手，第2期嘅零底子混音課程而家正式開放報名，有興趣嘅你可以去 bio 嘅 Google Form link 填妥報名表，我會盡快同你聯絡。